来疫情确诊的案例已经连续3天拢超过100例，加上清明连假又搁出现大规模人流的移动，即马一年一摆大甲妈绕境进香，也是游境进香，将日7、8要起价，反而讲这为了病风险会扩大，大甲妈经过宫庙有防疫规定。 调整中华湾林福林宫以往拢会摆出迎接香客流水席，将改为低炒面便当。抑个中华南庙宫无要提供大甲食食，田安宫是表示讲无要互信徒入去庙内，改伫庙前停车场搭10顶的这个布棚，互香客休困。 庙方人员甲大甲妈祖神轿，赶要去中华宝岛的田安宫，后壁阁对真侪信徒，这个人拢是要去田安宫内底休困。过去大甲妈文章行到中华宝岛时，已经是暗时啊，所以乱轿拢会停伫咧田安宫过暝休困。不过今年因为疫情关系，田安宫决定庙内底所在无要封过暝啊。在庙里很方便，从大殿跟2、3楼都可以睡。现在疫情的问题的话，为了保护大家，应该很好。 还不错啊，真的是超前部署。听到消息，民众拢会当接受，感觉无开放是对的。田安宫无奈公告，过来疫情确诊案例已经小连续4天拢超过100多例，加上清明连假，一定会有大规模的人伫咧刷叮当。大甲妈文章会伫咧8号起价，就惊会有烧坏风险，才决定袂开放庙内底的所在，互信徒休困。毋可以伫咧庙埕头前的停车场搭10顶布棚，互大家好好休困。 3400公尺遐停车场去啊，市区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田安宫的庙内吼，拜托大家唔通到庙内困。庙方讲，停车场所在布棚，预计会当互500香客休困，并且无便所含护露巾会当用。除了田安宫有严格防疫规定，各有园林的福林宫卖加强防疫。过去拢会办到请大家食饭，今年改炒面含便当代替。中华县府卖公告，民众若要去庙内底中庭，拢爱注满3剂预防车，买到县府登记申请识别证，人数买管控，嘛袂当伫咧内底食物件。这波疫情，大甲妈文章经过宫庙，拢会做出严格防疫规定，就是希望避免疫情摊开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